台湾目前买到的疫苗有几种的牌子，而且数量嘛无尽充足，所以未来掺蓝字的可能性真悬。根据着国外临床试验，讲 AZ 加莫德纳，或者是 AZ 加 BNT， 拢会当来提悬抗体，风险较小。只不过注第一剂甲注第二剂的时间，就要悠长到8礼拜到10礼拜，安尼才会当有效来产生着抗体。咱的指挥中心是讲，这爱搁较侪科学的证据来证实，而且就要送专家小组达成着共识，才要来考虑是毋是要掺蓝注射。敢会使注无共排水疫苗？根据西班牙南咧做的研究，先注 AZ 才注 BNT， 和干那注一剂 AZ 相比，抗体平均得增加100倍，而且无严重的不良反应。一项比7百样人，台湾敢会使安尼做 ？AZ 如果混打 BNT， 它是会让它这个追加的一个抗体的效果会远远的大于 AZ 加 AZ， 也推广到。大概莫德纳有可能会，但是它还没有实际的证据哦。所以说这些东西以后就必须要定规范。如果第一剂打 AZ， 第二剂打，尤其是 BNT 的话呢，它的效果看起来跟2剂都打 BNT 的效果没有差很多，可是比2剂都打 AZ 的效果好，抗体上是高很多了。如果第一剂打 AZ， 第二剂打 BNT 的话呢，这个保护效率应该会提高很多。那所以如果国内能开放混打的话呢，我想对于民众愿意第一剂去打 AZ 的意愿会提高。有信誉的一些国家跟单位所做的研究里面 ，AZ 加莫德纳其实也是一个安全而且有效的一个选项。台湾再来做临床试验已经太慢了，因为台湾的莫德纳已经快打完了，尽快去建立台湾打 AZ， 然后再打莫德纳它的一个中和抗体的量是否等同于目前国外发表期刊的相等数量。如果说前面譬如说年轻人做的结果就跟国外差不多的话，应该尽快开放第二剂的混打的一个选项。专家讲，注2剂无共排水疫苗会使增加抗体，对目前疫苗每一个排水的数量拢无够嘛有帮助。会使注2剂，无代表要赶紧注2剂。专家认为，注 AZ 了后，上好过8到10礼拜才注第2剂，才袂影响到抗体生成。不过，敢会使注无共排水疫苗？指挥中心讲，佫需要佫较侪科学证据，而且会送予专家小组来达成共识，才会考虑。伊要互大家会使自家安心。